身体破病无爽快，这是一定要注意。若阵确实破病，望前甲有影是无天理。也讲到这新北市江水派出所逼出有查某警察的请假，却互姓黄的所长刁难。想袂到这个查某警察去检查了后，才发现讲是癌症的第4期，也引起众人议论。即马警方也驳回讲所长无接见这位查某警察加破病，也拢准伊的病假，只是要求伊爱找人代办，这部分欠缺同理心，已经有该警告过啊。警方叫卡临检，起诉做菜心喜，自由问逃走。警员掠着对方，霸气的压制，呼叫支援警力，7步同7环。支援，直接冲撞我们！当场闹火的姓黄所长，警大81期毕业，伫新北市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，伊服务1年半，捌掠犯人拼专力，即马说谎压出不准报销请病假。面册这篇大文，疑似所内警察替当人抱不平，讲一名女警身体无爽快，想要请假，也毋过互所长认定都是咧假病，对伊一直刁难。即马女警方检出癌症末期。所长并没有质疑他装病的这件事情。那他虽然有予准假，但是因为多次要求应落实代理人制度，畏惧同理心，也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同仁着想。本分局已经予以严正告诫。所属分局解释，这名外勤女警家己讲有药车酸定镜头，顶个月20了后，几下摆看病拢无好起来。所长用来改讲请假爱找到职务代理人，附上诊断证明，因为伊文字对话可能产生误解，也毋过自头到尾拢有准假。检察机关内其实对病假的态度很奇怪，可能有考虑到人力不够的时候，你就会预设他是不是到底是真的病假还是那个。虽然分局澄清，警察团体分析，各地基层警员拢拄过请假碰壁情形，毋拿出怪上级对当事人的看法。另外一个理由，也甲警力不足恐惊影响运作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